跟住而家又話同沈震軒啊，上 ViuTV 都冇人睇上嚟嘅咩？佢自己係走去開 live 仲多人睇啊！係啊，會多人睇過 ViuTV 啊！你開個 live 可能同時在線都幾千人啦，啲4位數字啊，跟住仲有啲人睇 replay 嗰啲咧，肯定多人睇過 ViuTV 啦。ViuTV 咁多節目係嗰啲咩0點收視，都唔知開嚟做乜鬼嘅個台。第一次搭地鐵，係啊，俾啲失明人士聽聲啊，俾啲視障人士聽聲，係一啲無障礙設施啊。唔知咧，咁做新聞嗰啲可以亂嚟噶嘛？做新聞可以亂咁做噶嘛？係咪咩蘭桂坊 USB 啊？沈震軒係咪真係？啲蝦要自己剝啊！還好啊，感覺好似新鮮啲，唔係攤晒喺度。Pizza Hut 元氣壽司。超級獲得冠軍歌啊！嚴明熙首次亮相 ViuTV， 有望出席年度頒獎典禮。個髮型靚好多，之前咁醜樣搞到，即係樣啊點都改變唔到噶，就係咁上下噶啦，打扮可以改變啊嘛。之前個頭咁肉酸，而家似翻個人咯。
鐵火塘有殼嗰啲蝦係貴啲。我通常都係叫嗰啲三文魚、吞拿魚啊，鐵火塘。未試過叫蝦啊，揾次試下叫蝦啦。深水埗樓下開咗分店啊！我通常去口福街。